去年7月，立法院三读通过《新住民基本法》，望国民党来照顾台湾上百个新住民的家庭。也毋过有调查就显示，讲有将近50%的新住民是认为工资上低落、工时上长，各文化差异的问题。有8%的新住民嘛毋捌参加过职业训练，所以有民间团体就呼吁应该成立新住民发展署，来协助新住民找头路、安排职业训练。朋友问说，那个黄榜是什么？是绿豆人。小街故乡的肉粽，伊是来自柬埔寨的新住民来台湾13冬，目前真拍拼咧做工课，兼3份的工课。除了伫学校做武技老师、法院做翻译以外，佮家己咧摆摊卖物件。毋过，若是想起拄来台湾的日子，也是互伊感觉真艰苦。应征别的工作，人家就当场就拒绝不录用，因为你讲话不是很听得懂，或者听不太懂台湾人，甚至有些时候会用台语，你根本听不懂的话，人家不太愿意。根据人力银行的调查显示，目前台湾有7%个的新住民女性做的是专职工课，其中佮以制作业、服务业、摒扫工课占上济，当中有5%的新住民有拄到工资收低、工时收长和同事歹沟通的问题。排名第一的呢，当然是希望可以提供一些就业的媒合平台，然后同时呢，在他们职训的过程当中，可以给予一些免费的津贴，或者是托育上面的补助。比较辛苦的工作就丢给我们外配，那他的工作时间特别长，而且他的薪资真的还特别少。民团也建议政府爱赶紧成立新住民发展署，来协助新住民找头路、安排职业训练。因为调查显示，有8%的新住民拢无参加过职业训练。因认为，若是政府和企业愿意认真看重新住民有几件的优势，对想要新南向政策的企业也真有帮助。记者陈亚轩、林秀凯台北报道。